歐債危機未解決，英國堅拒接受歐盟各國加強財政紀律嘅新約，繼續受到外界批評。而法國幾千人示威抗議信貸評級可能被下調。張慧平報導。轉睇下比利時東部城市列日，一個槍手喺鬧市開槍同掉手榴彈，導致至少5人死亡，123人受傷，槍手亦都當場死亡。陳錦芬報導。而比利時國王同埋首相亦都趕到列日市慰問傷者同埋死傷者嘅家屬，而警方就繼續喺兇案地點調查。張慧平報導。食物安全中心嘅研究發現，市面嘅桂花魚、蠔同埋鲳魚含致癌物二惡英嘅份量最高，但仍然屬於安全水平，呼籲市民無需要擔心。食物安全。轉睇國際方面，敘利亞當局繼續鎮壓民眾抗議，聯合國指至今已經有5000幾人死亡。睇睇出面交通情況，灣仔告士打道係多車擠塞㗎。至於花園道落車都係多車，行車緩慢。堅拿道天橋去紅隧嘅方向係多車擠塞，橋底大致暢順。轉過去中環睇睇，交易廣場干諾道中係多車，行車緩慢。東區走廊大致暢順。亞洲早晨報道完啦，多謝各位收睇，再會。